明年度中央政府的总预算，国防的预算是变9495亿，创历史的新高，占 GDP 的3.32%。行政院长邓英还是强调讲，这届参考北约的标准，要来向国际展现咱台湾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心。行政议会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，其中国防预算创下历史新高，有到9495亿，估计占 GDP 的3.32%，年增率是22.9%。仿照北约的计算模式标准，具体向全世界也向国人展现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安全。强调这届国防预算参考北约的标准，所以伫总预算支出，除了有国防部主管的军事投资1616亿，作业医持1990亿，人员医持2008亿，佮包括退役驻役官兵退休的给付1064亿。海巡支出295亿等等，特别预算的部分，采购新型战机399亿，海空战力提升计划293亿，也有预计编列的1176亿，加上非营业特种基金654亿。包含3个特别预算，一个就是海巡署的特别预算76亿，剩下的1100亿，这是国防部所编的特别预算，是有2个案子，一个就是国土安全韧性的特别预算，另外一个就是防卫韧性的特别预算。国防部说明讲，特别预算当中，1100亿分做2案来编，其中防卫韧性都是外界所讲的军购特别预算。8月初8已经送去行政院等咧审查，不过顶一日传出预算的规模会到7000亿，可能会分做7年来编。国防部驳回讲，这也未定案。详细的编列情形，必须等到行政院审定之后，我们在适当时机会对外界做个说明。不过，国防院学者集中分析，提到特别预算的武器采购甲研发支出总计是3484亿，不过作业医持敢若1990亿，伤病严重无病房，可能无法度确保摕到武器的装备，有合格人员来操作，甲有够价的燃料，也有必要的保养甲医护。目前可以说是军购采购的高峰期，随着新式装备的导入之后，后续的这个零组件的采购也会增加，来确保国军的这个妥善率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苏志芬认为讲，国军目前军购的项目注重无病房的战略，会当用更较少的人发挥出更较大的防卫作战力量。后续要甲火药、甲零件等等保护条，嘛应该赶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